Hello，大家好。今日係2025年嘅最後一日，我祝大家係新嘅一年2026年身體健康，事事順利。好多人呢打電話嚟問我，香港樓價點睇啊？有咩可以投資建議啊？咁源自於我4、5年前呢就喺 YouTube 發表咗利息已樓呢個題目，咁做咗一系列嘅分享之後呢，估唔到呢利息真係上升，香港樓價呢跌到呢，我自己都想像唔到。哇！咁喺呢個時候呢，大家可能覺得已經係一個低谷啦，會唔會向上呢？嗱，其實好簡單嘅啫。我哋呢度呢個影片呢，作3方面嘅分析。第一呢，就係講供需嘅因素啦。第二呢，就係政治經濟嘅影響。最後第三呢，我哋做一個簡單嘅總結。嗱，喺呢度呢，我哋淨係可以講住宅樓宇啊，咩商業啊、鋪頭，我哋就唔提㗎啦。咁住宅樓宇呢，我哋喺供應嚟講呢，政府喺2024年呢嘅數字就係新樓落成量呢係接近24,000戶嘅。2025年呢就19,000至到20,000戶。咁2026年啊、2027年，因為賣地嘅減少呢，而供應數量呢，落成量亦都會減少嘅。咁供應呢就一路減少啦。咁需求方面呢，就我哋睇香港嘅人口嘅改變，嗱，個結構嘅改變啊。咁早幾年呢，因為政治嘅因素呢，好多人就移民咗出去第二度啦。咁呢批數量都相當龐大嘅。咁但係呢，亦都有好多人呢就移民入嚟香港嘅喎。嗱，根據特首嘅施政報告呢，就有接近23萬人呢會嚟香港工作或者發展佢嘅事業居住。咁另外呢，高才通嘅政策呢，亦都吸引到75,000個人帶埋佢哋家庭呢移民到嚟香港嘅。新嘅進一步延期批准呢，亦都達到呢58,000人。咁喺呢個數字嚟講呢，係一個上升嘅趨勢嚟喎。咁再加上呢，原本外出去留學歐美或者澳紐地區或者其他歐洲嘅城市嘅學生呢，就選擇改造嚟香港留學進修。咁所以引致呢，香港嘅租金、住宅租金呢，呢幾個月或者舊年上升得好犀利，好犀利，有啲達到咧雙位數字嘅增幅喎。咁喺呢個情況之下呢，新落成嘅或者現成嘅樓宇嗰個需求呢，係一定呢係不斷咁樣上升嘅。咁所以呢，供需呢係接近平衡啦。咁第二個因素就係政經咯。嗱，香港依家呢個政治因素呢，亦都趨向平靜㗎。雖然有啲甩漏呢，但係都係開始真係發展好多有利於香港經濟嘅因素。譬如呢個我哋嘅全民會啦，好多活動舉辦啦，再加上呢個新股嘅上市啦嘅數量啦，咁好多因素嚟講呢，係香港係向住正面嘅發展。咁第二呢，就係兩大經濟體美國同中國呢個貨幣供應呢係不斷咁增加嘅喎。聯儲局呢受到美國總統特朗普嘅壓力，而不斷呢要減息嘅。預計嚟緊2026年呢，息口亦都進一步下跌嘅。咁現時香港嘅供樓利息呢，大概係2至3厘左右。咁其實呢個呢係唔會有對造成太大嘅壓力。再加上呢，係香港係取消咗好多呢個雙倍印花稅啦，任何人嘅身份都可以嚟香港買樓啦。咁喺呢個情況之下呢，個政策係鼓勵咗好多人嚟香港購買呢個住宅樓宇。咁另外呢，就戰爭嗰方面啦，俄烏戰爭呢亦都差唔多接近結束㗎啦。咁中東局勢呢亦都漸趨穩定。咁台海嘅緊張形勢同埋中日嘅
關係咧，會唔會造成一個好大嘅衝突咧？我相信呢個咧機會比較細啲，因為大家都唔想啊嘛。咁所以喺政經方面咧，政治同經濟方面咧係正面嘅。再加上咧，唔好忘記喎，出年美國將會舉行中期選舉，特朗普政府無論點都好啦，一定要做好佢自己呢個刺激經濟嘅。得未？特朗普政府咧一定會作出一系列刺激經濟嘅措施出嚟嘅，先可以保持咧共和黨喺國會嘅優勢。如果唔係咧，就變咗跛腳鴨。我諗佢都唔想做呢樣嘢。咁佢呢個人咧，大家都好清楚，做嘢係要非常之不顧一切噶嘛，去到盡嘅。咁總結嚟講咧，就係話其實香港住宅樓宇咧，大概喺1萬至到15000蚊呢個左右每一尺。咁喺市區盤或者係九龍甚至新界主要嘅地區咧，其實都係差唔多呢個咁嘅價格。咁喺呢個購買市價嘅水平上咧，你如果做咗一個投資咧，其實嗰個風險咧就唔係好大嘅。咁調翻轉頭咧，個面積尺數咧大概係300至到700尺左右咧，係比較合適嘅。點解咧？因為如果去到300尺以下咧，呢啲係屬於農床盤，係有一定嘅風險喺轉賣嘅情況之下。咁700尺以上咧，譬如1000幾尺嗰啲豪宅嚟嘅啦，有啲尺價去到3萬啊、4萬啊，以前咧誇張到10幾萬一尺。咁呢啲現象咧，日一去不復返啦。咁如果呢個時候咧，你去選擇呢類嘅物業投資咧，亦都有相當大嘅風險嘅。咁所以總結嚟講咧，就話依家物業市場嗰個價格咧係已經趨向呢個穩定，好多嘅因素咧係鼓勵你、吸引你去作出一個投資嘅。咁我哋要做投資咧，要選擇適合自己嘅，就係頭先所講嘅尺價大概係咁嘅價格，面積咁嘅面積 ，location 喺邊度，咁呢度已經解釋得非常清楚啦。咁我祝大家咧，根據自己嘅因素去作出一個明智嘅抉擇，希望2026年可以有大額嘅資本增值